大家平安。我今日要讲的圣经是歌罗西书啦吼。开始的是我大声小可歌罗西书，恁无参加查经的人可能较唔知影，我小可讲一下吼。歌罗西这间教会唔是保罗设的，保罗唔捌去歌罗西，保罗敢若伫以弗所，以弗所是海港，真侪人来遐做生意，所以。伫迄中间来以弗所，甲听保罗的。我顶礼拜有讲保罗伫以弗所2-3年久，伊伫遐开一个讲堂，伫遐讲2年外伫遐传福音，伊做真好的工，所以有真侪对别位来的人伫遐得到道理。迄中间有一个做以巴弗这个人，咱较顶下讲到伊，伊对歌罗西来得到道理了，转去歌罗西伫遐传道理。甲一个做腓利门，咱后礼拜讲到伊，腓利门，因伫遐做伙开设教会。但迄个时阵，特别是对耶稣这个人是上帝也是人这个代志，真大的纷争啦。对迄阵就开始就安尼啊。这个以巴弗感觉讲我无法度通应付遮侪人伫遮咧讲遮个代志，所以伊半工对歌罗西来到罗马去找保罗，讲歌罗西教会代志予保罗听。保罗听了才写这张批，写这张歌罗西批。所以这是真拄好的代志。保罗写这张批我今仔日无要讲这，因为我逐礼拜拄则讲神学，恁拢会困啦。我无要，伊咧特别是咧讲耶稣是上帝这项代志。你若读第1章、第2章，就是保罗就是咧强调迄。我今仔日要讲的请安是保罗逐张批的上尾拢有甲人请安。有的真长，罗马书上长，对罗马书16章一半较加是，拢总有25个人26个名人。保罗毋捌去罗马。总是有一个朋友伫罗马，伊对哥林多写批予罗马的教会，伊毋捌去，伊毋捌遐人，敢若知影因有哪信耶稣，所以伊写批予伊。伫迄张批内底，伊将伊伫罗马所有的朋友的名单拢列出来，差不多20几个，拢总叫罗马的人替因甲遮个朋友请安。我感觉保罗真苦心，伊是用安尼要互罗马的遐信徒捌伊的朋友，这是保罗真后做伫即个歌罗西，伊嘛列10个名，列10个名。我今仔日要来甲恁分享保罗关系即个请安的代志咱来参加祈祷。特别是我感谢你，互阮的信仰前辈，亲像保罗先生留遐尼好的脚者，伊为着你的福音所做的努力，所计划的代志，阮活倒转去看，实在真感佩。阮恳求你来赏赐阮即款的智慧，伫阮即个时代，阮要传你的福音，阮需要你的圣心帮助阮。阮要三甲来想请安的代志，要三甲来学遮个信仰的前辈的脚步。阮恳求你通过罗卜的嘴，伫遮传出你的信息。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请安即么台湾人，应该我细汉的时若拄着了，拢讲食饱未食饱未迄是请安的，真正是请安基督徒拢会讲平安，我感觉足好的呢。拄着讲平安，要再见了嘛，讲平安，足好的平安这句，请安这我唔知影。台湾内中早时有即字请安无我唔知。圣经的内底开始用这个请安，请是都是甲你讲平安的意思啦，即摆台湾人就你好咯，什么你好即款，咱尽量用平安啦，平安真好啦，讲平安安尼足好的 greeting 保罗我拄有讲，伊伫批内底，其他写的批请安拢足短，
敢若罗马史上长，啊，过来就是高罗西。要讲高罗西，伊伫这内底有讲10个人的名，我确定会讲过，免烦恼，我袂讲真久吼。10个人哦，我要讲这10个人以前，我大先爱甲咱讲，我顶礼拜有讲保罗伊去以弗所的暴动的代志，我甲大家讲，你若要爱知影，恁去读《使徒行传》19章、20章。我今仔日要开始要讲这10个人的时，我开始去想，我应该甲恁讲，第19章、第20章，一直到《使徒行传》28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这个代志对保罗的团队最要紧的，所以我真简单安尼讲过，啊，恁若有趣味转去，恁才去看吼。我对20章讲起啦吼，20章的第4节吼。有写7个人，保罗，我顶礼拜讲，伊伫以弗所去互赶出来了吼，伊感觉以弗所比较暴动嘛，啊，伊离开以弗所，啊，伊走去伊去马其顿啦，伊去马其顿，伊去菲律宾的关，我读了袂记，反正伊离开。啊了后吼，伊无爱阁转去迄个以弗所。啊，甲迄个时阵吼，伊咧走路是甲伊做伙有7个人，迄中间有2个人吼，咱确定也会讲到，一个叫做阿里达古，甲一个叫做崔基古，这2个人甲伊做伙，保罗有伴甲伊做伙，啊，因保护保罗，啊吼。因对马其顿离开了，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啊，伊知影耶路撒冷真紧张，甲耶稣差不多啊，去耶路撒冷会向台。不过伊讲感觉圣神叫伊爱去，所以伊要去。啊，伊到一个所在叫做特罗亚，迄是一个海港，伊伫遐拄着卢加。咱知影卢加有加入这个 group， 咱知影，因为卢加吼，伫迄个以前写拢写因安怎。对第20章的第7节开始，卢加写愿安怎，所以咱知影卢加伫内底，伊讲愿哦。啊，第20章的16节。伊到一个所在叫做米利都，伊无爱去耶路撒去以弗所，总是伊真关心以弗所的代志。我暴动了，所以伊请遐以弗所教会长老来米利都甲伊见面，因伫遐说goodbye啦，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大家拢知影，伊去耶路撒冷是凶多吉少啦。啊！大家真毋甘，真侪人叫伊毋通去，毋过伊要去。21章第17节，伊去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就真侪犹太人看到保罗来，开始个暴动，要甲抬。迄个时阵，耶路撒冷拄啊换一个新的罗马总督，迄罗马总督到任，但是安怎样啊？所以保罗有罗马市民权，有罗马公民权，照罗马法律，罗马总督爱保护伊，所以伊总爱甲保罗抓起来。迄圣经写甲足够，因为暴动的关系吼，因嘛袂当过。到尾啊吼，因总爱将一个兵总将保罗甲派到脚只拼安尼才行过，无行袂开。所以保罗伫遐吼，老实讲。真正真无民主，你敢无感觉？大家拢要甲抬吼，伊家己无法度，要迄兵要带伊行嘛，行袂开，人就安尼甲掠起来，迄个家囡仔派到脚只拼是趣味，你一个遐尼济岁中年人，你甲派到脚只拼吼，无法度。这个我就较简单啦吼，伊伫遐互人掠去了，当然。迄个总督个关伫监狱内底，讲是要保护伊，嘛是事实有影啦。出去人就直直要拍，关起来。
后来这个总督看讲，这个伫遮代志袂煞，咱该刷去北平一个海港做该萨利亚，保罗伫遐住差不多2年，住伫监狱内底，当然住伫监狱内底。附带所讲的吼，卢家伫做讲这个故事的时，拢讲怨，说卢家甲伊做伙啦。这7个人嘛，拢甲保罗做伙，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啊！因拢甲保罗做伙，保护保罗。迄个阿里达讲，我拄仔讲迄阿里达讲，伊有所不同的是吼，伊可能是伫伊有所得到道理，伊要保护保罗，徛伫保罗的头前哦。遐群众来吼，毋知影倒一个是保罗，凊彩杀一个就好，伊去互人掠入去。所以保罗无去互掠着，迄个阿里达个互掠去修理。即款人因保护保罗吼，啊因去到该萨利亚，对24章到26章哦，保罗对当局的总督申诉，伊讲伊的代志互因听。即个伊直直讲伊是罗马的市民，伊要对皇帝要去罗马对皇帝申诉。照法律，因爱互伊安尼做，所以这个总督不得不好，啊无恁坐船去罗马，啊因对该萨利亚坐船出去，迄只船啊，路家嘛是拢公馆，所以路家嘛伫船顶啦。伊讲迄只船拢总坐276个，啊对出发去吼，拄着风台，啊船破去。啊，好佳哉吼，好佳哉是离一个岛做或者猫塔，即么地中海一个真细啊，做猫塔是一个国家啦，一个真细的岛，伫咧猫塔的边仔船破，啊，无人无损失，270个拢无死，这是真神奇的代志。啊，保罗就安尼去到罗马，啊罗马。到迄个使徒行传第28章，路加讲因伫罗马，啊保罗租一间厝，啊有人会使来甲伊探，有相当的自由，毋过袂使出去拍拍照，哎，互人关伫厝内，毋过你会使去看迄个保罗，啊这也是我拄仔讲迄个以巴弗对。哥罗西来会使去甲保罗讲话，这个原因，我感觉我爱先甲恁讲这吼，咱才来讲这个人，安尼恁听较有啦。我头一个保罗提起的人的名叫做推基古，这个人吼，推基古吼，我读一遍互恁听，伊所讲的人吼。推基古，伊讲哦，关于我一切代志，亲爱兄弟推基古会讲互恁听。伊伫主的工作，甲我做伙做奴仆，忠实地服侍。我找伊去恁遐，是爱报恁知阮遮的情形，互恁的心得到鼓励。保罗要派推基古去哥罗西，伊写哥罗西这本册就叫伊查去。伊当时还写另外一本册叫做腓利门，咱后礼拜要讲的，我那叫伊当时查去。遐个人毋捌推基古，遐个人嘛毋捌拄着保罗，所以保罗感觉讲，伊要找这个人去，伊爱先甲这个人，才甲因遐个人讲，这个人是甚么人，所以伊讲这个人推基古。推基古伫新约圣经内底出现5摆，足少的。保罗这个所在写上侪，咱其他敢若有听到伊的名，甲保罗做伙迄7个内底，推基古伫内底，所以伊有所不同的是，伊保护保罗，伊原来伫内底。这个人对保罗是真忠实的，伊对伫保罗的身躯边。保罗伫遮讲要派伊去哥罗西。事实讲，伊摕两张批去哥罗西甲腓利门。以弗所第6章第21节，推基古嘛是保罗派伊摕一本以弗所书，咱讲迄本以弗所书，去互以弗所的教会。
啊，保罗所叫伊甲以弗所教会大家请安，因为保罗甲以弗所教会有特别的感情，所以这个传奇讲哦，伫保罗的身躯边，伊真互保罗信仰，啊，保罗找伊去遐，找伊去食送批。你毋随伊讲啊！你伫保罗身躯边，你怎我咧送批？送批这项物件，敢若送批哦，送批哦。毋过你甲想讲哦，这个随伊所做的代志哦，送批真简单的代志。咱要等去台湾人要寄你摕批转去，这咱拢要做的代志哦。总是你甲想起来。你若问喙齿讲你创啥送批，啊，咱会当甲讲你密理哦，你送批你送啥？毋过你捌想着，伊所送这个批吼，当比罗马帝国较久，你敢知影？咱到今仔日还搁咧讲这个批，喙齿讲送的批，当比罗马政府较久啊！咱人伫世间吼，保罗讲，伊是当作做伙做主的咯，忠实的服侍 ，faithful 忠实。我想到一个故事哦 ，Mother Teresa， 伊伫印度咧帮衬遐人是，有人捌甲问讲。你伫遮做遮尔久啊，一遮做工，啊，你看到遐尼济需要帮助人，你敢袂感觉足失志的？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上帝叫我吼，叫我 faithful， 毋是叫我 successful。上帝叫我爱忠实做代志，毋是叫我都爱成功互恁看。这句话真正是足好的一句话，我毋知几十年前读到这句话，逐摆我若听着想到 faithful 忠实这句，我就想到 Mother Teresa 这句话。伊讲 God calls me to be faithful, not successful。因为咱伫教会内底服侍吼，有时啊你会感觉人拢无得要紧。faithful 啊 success， 你有时你看袂到你做的成果，你看袂到，毋过别人享受得到。喙齿讲做的代志就是安尼感觉，送批做迄落啊，就去。啊，搁一项保罗交代伊，你去遐的是，甲因讲我伫遮的情形，伊去甲因拢关心保罗，无法度。即摆有一个人对保罗遐来，甲因讲保罗的情形，迄是5年前的。那因即摆飞机飞遐简单哦。因摆啊，我拄仔来美国的时候，若听到一个牧师对台湾来哦，我国较就赛车去听伊讲呢。我捌对三乐买赛去甲讨论过去看郭牧师呢。郭牧师迄阵来讨论着，足爱知影各样的代志，嘴讲。做这款代志，真无简单。但第二个啊，是个我有创迄个名单出来吼，是个我有创名啦。这个推举过啦。第二个是王尼西姆，王尼西姆吼，我真简单讲，咱后礼拜会讲伊的代志。王尼西姆本来是一个奴隶，伊伫俄罗斯伫一个基督徒做菲利门的厝做奴隶。伊向当迄些时阵哦，伊是真老的啦，真老的，甲菲利门甲伊的头家偷摕钱，啊走。罗马帝国吼，奴隶袂使黑白走，走是会当用法律制裁。伊毋若偷走，搁甲伊的头家偷摕钱，啊离开俄罗斯，伫流浪的中间吼，流浪到罗马，伊想讲罗马人遮尔济，拄着保罗，对保罗得到道理，反正伊就无底去，
可能保罗原来捌听到伊的款，因为甲腓利门的关系，所以保罗收伊伫身躯边。但保罗我拄仔讲，保罗当时写一张腓利门的批，咱后礼拜要讲。保罗写一张批，要找欧尼西姆，你是属伫腓利门，你伫我遮，你得悔改安尼好。总是你爱将过去遮个代志找互得，袂使安尼清清彩彩。所以伊写即张腓利门的批。拜托腓基古做伙提交腓利门，伊伫批内底拜托腓利门，毋通处罚伊，因为伊是忠实搁亲爱的兄弟。伊安尼写，因为伊即摆是忠实搁亲爱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保罗甲伊讲，你爱接纳伊，整伊做你的兄弟。后礼拜咱再来讲这个代志。我伫遮要讲的是，欧尼西姆这个人，本来是非乱做的人，伊安尼改变，伊伫保罗的身躯边，正做保罗忠实搁亲爱的兄弟，这个真大的改变。因为我伫台湾是当中听到人信耶稣了改变，我听足侪足感动人的故事，你毋知捌听无？啊是你捌经验到耶稣基督福音改变你无？你捌？我毋知影。咱家己，我捌听到一个。我敢若捌讲互恁听，一个原住民的兄弟吼，伊本来是啉酒啉甲吼，厝拢无咧顾，安尼时间毋着啉酒，信耶稣了后，伊酒戒起来了，拢无酒，伊遐酒朋友直直要叫伊啉酒，伊拢无要去。有一日吼，一寡遐酒朋友甲讲，你是安那？恁耶稣毋是将水变做酒？你是安怎来啉酒啦？因就在开玩笑讲，恁耶稣是安怎将水变做酒啦？伊安怎因你知？伊讲吼，耶稣安怎将水变做酒，我毋知啦。我知影伊安怎将酒变做阮兜桌顶的食物，阮兜的家具拢酒变来。你对迄款的改变，欧尼西姆甲主人偷摕钱，逃走的一个努力改变，成做一个忠实搁亲爱兄弟。搁一个搁落去阿里达国我拄有讲，伊做肉店。互人讲，伫遮保罗讲，伊甲我做伙坐监，保罗坐监咱知影啦，阿里达国是安怎坐监我毋知，总是保罗讲，伊是甲我做伙坐监。即个阿里达国伫圣经内底，咱毋知影伊的代志，差不多无，敢若遮讲尔俩。搁伫使徒行传有讲，迄7个中间伊一个。搁一个所在是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20，路加因甲保罗要坐船的时候，有写讲阿里达国甲因上船，敢若有安尼写尔听。咱会当断定阿里达国这个人一定是真保护保罗，伫迄个危险的时候，伊替保罗用拍。这个人拢是。大概拢是伫以弗所得到道理的。反面来想吼，咱家想保罗这个人一定是一个足有疼心、足互人会当信服人。迄伫以弗所听到道理，欢喜安尼对伊安尼世界漂流。保罗若无迄个吸引因迄个
所在吼，这人，我做恁的牧师，我要招恁安尼，恁敢要对我去？我想恁唔啦，我唔是讲叫恁一定要对我去，这人做出的欢喜甘愿咧。啊，因搁较要紧，保罗伫服侍国外耶稣，这是因的信念。啊，你若讲，伫保罗的身躯边，保罗伫罗马是伊嘛伫啊。过落来，这个马可，这个马可，咱大家拢较捌的。这个马可是写马可福音传那个马可。伫保罗甲巴拿巴做伙出去第一遍的迄个传道理的时候，马可对应去啦，马可对应去。总是马可到半路吼，离开因迄个宣教的团队，转去耶路撒冷。啊，大家拢咧要讲马可是安怎转去？有人讲伊想厝啦，马宝啦，无转去挡袂牢安尼啦，啊，有人讲伊贫存啦。我最近读到一个牧师写的，我感觉这个我较要信。我无啥要信讲伊是马宝，我也无啥要信讲伊干那贫存就走。这个牧师写讲吼，保罗甲巴拿巴做伙，保罗会当去安提阿传道理，是巴拿巴去甲叫出来。我记得我讲道是捌讲这个故事。啊，因做伙出去传道，马可对伫啊，马可迄个真少年哦，咱就知这少年人哦，血气方刚哦，哎。伊看到保罗甲巴拿巴做伙吼，伊看保罗的迄个生命直搬过巴拿巴呢。你若去读《使徒行传》第13章到第15章哦，因第一遍的旅行哦，你甲看，你注意读，开始的是写巴拿巴甲保罗，巴拿巴甲保罗，巴拿巴摆头前。到到第14章的尾啊遐，变做保罗甲巴拿巴，啊，甚至有一个所在讲保罗甲伊的同伴安尼那点，连巴拿巴的名都无。这个牧师讲哦，这个少年的哦，可能伫旅行的中间哦，看这个保罗哦，你真正你这么强哦哈！啊，阮安可巴拿巴安尼，互你安尼个，伊真受气哦，我来怎转去？我感觉这个较有可能，是安怎你知？第二遍要出去旅行团队旅行的时候，巴拿巴讲伊要带马可去，保罗讲喏，绝对无。为着安尼，保罗甲巴拿巴冤家分开，这样代志咱拢捌听嘛？这个少年的对保罗咧袂爽吼，保罗嘛对伊袂爽咧，咁是安尼，人就是安尼嘛。你甲我的中间的代志，你免来，我袂个 don't want anything to do with you ever， 安尼，就是安尼。我相信这个较合情理啦，什么贫存啦、伤着，我无啥要信遐个代志，有可能。总是过这侪年了后，马可变一个人，保罗嘛变一个人。真可贵呢！伫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1节，保罗吼关甲伫罗马监甲关甲，伊写讲只有路加甲我做伙伫遮，你着带马可做伙来，因为伊对我的侍奉真有帮助。保罗过几年后，当然马可的表现，让保罗完了改变伊的成见，因两个变做福音的同伴，这是真无简单的。我会记得我要退休的前无偌久，阮伫啊，我甲一寡牧师的朋友咧开讲。阮伫讲，毋知伫讲啥啦。讲啊，这少年的哦，这少，讲哦，你 young people， 我拢讲这少年的，
我一个朋友甲我讲，新年你若开始咧讲这少年的吼，你好退休啊啦，你老啊，你知影无？有影，这有影。咱拢真侪岁啊吼，咱看这少年的吼，即摆这少年的，即落话咱定定听的，敢毋是？咱两摆少年的是人嘛，人讲咱即落少年的，你要信无？保罗吼对马可，甲马可对保罗，因两个到尾，保罗写即个歌罗西是马可伫伊身躯边啊，伊替马可共请安啦，马可伫伊身躯边啊，这是真好的见证，敢毋是？马可吼，伊个第10节，伊讲关于马可，我已经有甲恁交代，伊去的时就甲伊接待。保罗有意思要叫马可去歌罗西呢？歌罗西无牧师伫啊，有可能要叫马可去。保罗有这个安排，伊伫遮讲的啦。这是因两个中间的代志。搁一个犹士岛的耶稣，我捌有一个原住民吼，伊互伊囡仔的名叫做耶稣。啊，我听到的是讲，安奈互你们，我牧师足歹势呢。我想讲耶稣这个名足好，所以我说耶稣说变阮囝，我足歹势。我耶稣这个名吼。伫旧约时代是约书亚，伫希伯来文是约书亚啦，约书亚。迄个时阵真侪人号即个名，迄个时阵真侪人。约书亚的意思是拯救者，即个名真侪人号。犹士岛的耶稣，圣经敢若伫遮讲一摆那点，所有的代志，伊的代志阮拢毋知。总是保罗有伫遮讲一个吼，伊讲吼。迄个叫做犹士岛的耶稣嘛，要甲恁请安。伫犹太人信徒中，只有这3个，就是阿里达古、马可甲犹士岛的耶稣，这3个为着上帝国在甲我同工，因互我真大的安慰。因3个是犹太人。所以保罗伫遮，伫伊周围遮的人吼，讲这3个犹太人，剩的拢毋是犹太人。我顶礼拜有在讲保罗写批讲犹太人甲外邦人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做一体。保罗真正安尼呢？保罗毋是写批叫人讲，恁着爱成做一体，啊，伊甲外邦人啊，佫伫遐有隔膜。伊边的人，敢若这3个犹太人就尔，剩的拢外邦人。路加是希腊人，这是保罗真伟大的所在呢。真伟大，伊所传的，伊家己才安尼行。阮的犹士岛的代，我敢若知影安尼那点。但过落去一个叫做吼以巴弗，这个以巴弗吼。这个以巴弗，保罗就写讲伊，写讲较济。伊写以巴弗吼，第12节到13节，伊写讲对恁遐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要甲恁请安。伊时常为着恁迫切祈祷，求上帝互恁徛在做成熟的人，确信上帝隆重的旨意。我通证明，伊确实为着恁甲住伫老底嘉以及希拉波利的人辛苦做工。保罗写以巴弗这个人，我拄有甲恁讲，以巴弗对保罗西来找伊，所以伊伫遐甲保罗做伙大。保罗讲，伊是对恁遐来，恁同乡的啦，恁同乡的。你会记得耶稣捌讲一句话，讲先知人伫本乡无尊贵，是安怎无尊贵呢？你本乡的人拢捌你哦，你先做啥物款，恁拢知。所以哦，我毋捌等去宜兰做牧师，我若等去宜兰做牧师，大概袂听我讲。你先做啥物款，我拢知呢。以巴弗哦。
对恁遐来，这个基督的罗卜要甲恁请安。因遐人拢捌200分，因遐人拢捌200分。啊，保罗讲啥呢？伊时常为着恁迫切祈祷，求上帝互恁徛在做成熟的人，确信上帝隆重的旨意。换一句话来讲，200分替人祈祷，替哥罗西遐会友祈祷，求上帝互因伫上信仰徛在。了解上帝的旨意，因为咱拢捌祈祷啦。总是你捌咱你甲想看觅，伫你祈祷的中间吼，偌济部分是为着人祈祷，咱大部分拢为家己祈祷，敢毋是？咱咧祈祷的是，我毋是讲迄毋好啦，总是为着别人祈祷吼。你要为着一个人祈祷吼，你会捌知影即个人，兼且你连伊的欠客你嘛知，你才有法度通替祈祷。代祷即项代志哦，无像咱所想的遐简单呢，有影无像咱所想的遐尼简单。因为咱祈祷的是大部分拢为家己祈祷，要为着别人祈祷，真正伊直接伊讲迫切咯，迫切祈祷哦。毋是清清彩彩讲对遐过，是迫切的祈祷。过落去第13节，保罗讲我通证明，是我那保罗是安怎？保罗讲我通证明，因为保罗知影真少人真正咧为着别人祈祷啦，所以我会使证明200分有影替别人祈祷。伊毋但为着哥罗西教会祈祷，伊阁为着老底嘉的教会。老底嘉是伫哥罗西的北边一个城市，恰好有教会的款。所以，这个200分真正是得祈祷，伊用祈祷。伊直接讲哦，我通证明哦，伊确实为着恁甲住伫罗底嘉以及希拉波利的人辛苦做工，伊人伫罗马，遐人伫哥罗西，离遐尼远，辛苦做啥物工？祈祷啦！伊话要做啥物工？敢若祈祷啦，听敢毋是？伊伫祈祷上帝中间少年遮的人，这是真正咱足好的模样呢，真正足好的模样。为着教会祈祷，为着兄弟姊妹祈祷。过来，伊讲路加，伊讲亲爱的医生路加甲弟妈要甲恁请安。路加，咱写路加福音传迄个时阵，伊嘛伫保罗的身躯边，看起来路加对甲保罗伫以弗所迄个代志发生了，一直拢对伫保罗的身躯边。医生伫迄个时代，原来是足尊贵的职业。路加为着福音，为着要甲保罗做伙，伊差不多是做保罗的私人医生呢。我拄仔读迄个提摩太后书第2章，伊讲即马敢若剩路加甲我弟弟。若有一个医生甲你弟弟真安心啊啦，敢毋是安尼？路加真正是足重视的，伊是医生，佫是作家，写路加福音传，写使徒行传。你看即个人若要趁钱，当趁偌济钱？伊为着保罗牺牲伊的事业，伊对保罗对到落尾，保罗伫上尾啊，提摩太后书迄本册是保罗要死以前无偌久以前写的册，伊伫遐尽忠到落尾。可能恁知影，台湾有真侪医生，因做迄个一个团去世界做医疗团队医疗服务，
因叫做罗家团契，恁捌听这个名无？罗家团契，罗家这个人实在是真正重视的基督徒。啊，过来地马，咱唔知影真济代志，我哪知影这个时阵伊甲保罗斗阵啦，总是相款吼，相款。到提摩太后书是真尾啊，提摩太后书第4章上尾啊遐吼，第10节，保罗写讲吼第10节，保罗写讲哦，保罗甲提摩太讲就尽所谓赶紧来我遮。因为地马贪爱世事，已经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保罗写哥罗西批时，地马伫伊的身躯边。伫腓利门，咱后礼拜要看迄本册，伊写地马安怎写呢？伊写讲吼，伊写讲我的同工马可。阿里达个地马罗家，我的同工，伊伫腓利门的册内底叫我的同工，伫提摩太后书贪爱现世，离开道理，这是咱的经过，这是咱的经过。我无啥物通阁讲地马的代志。不过，你会看出来保罗的伤心，伊叫提摩太，你紧来我遮，因为人离开我。但保罗伫遮换一个方式，伊到即马为止拢讲伫伊的身躯边的人要甲因请安，伊即马叫哥罗西人去甲别人请安。就是伊伫罗马迄个请安，就是拢安尼啦。伊拜托因去甲人讲，甲啥唱请安。伊讲吼，伊讲，请恁替我甲罗底家的兄弟姊妹甲灵法，以及伫因兜伫聚会教会请安。伊拜托哥罗西会友，甲罗底家的教会会友请安，啊，佮甲这个灵法吼，敢若安尼读你真正毋知伊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去英语的圣经看吼，写讲伫伊的伊的厝伫聚会，写 in her house， 所以咱知影这是查某人，这是一个女性，一个听主的女性开放伊的厝，互人做家庭教会。保罗叫因家请安，啊，过来，保罗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这张批恁读了，就设法互罗底家的教会读，恁嘛就读罗底家教会转互恁的批。保罗写批互哥罗西批，伊叫伊讲，你这张批读了爱读互因来。啊，讲叫因后仔去读罗底家的，显然保罗有写一张批互罗底家的教会，毋知走去倒，咱毋知。真可惜嘛！显然保罗毋是干那写这个批，伊还阁有，这是一个证明。过落去吼，阿基布吼，咱后礼拜讲到伊是腓利门的囝，伫哥罗西迄个基督徒腓利门的囝。有人讲伊就真有可能吼，因为这以巴弗吼，差不多是哥罗西的教会领袖来罗马咧，甲保罗做伙，所以伊有可能代替以巴弗伫哥罗西咧牧会。所以保罗会甲伊讲吼，你所领受服侍主的职务一定要完成，有所指啦。这是我看一个注解，一个有人安尼写，有可能是安尼，咱毋知。总是阿基布是腓利门的囝，这咱知。第18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就会记得我伫坐监，
愿上帝恩典甲恁伫咧。保罗叫大家原来爱替伊祷，因为我今仔日讲遮的吼，有几啊项咱会当看到。保罗咧传道理，咱拢讲保罗的传道路线，敢若拢伊家己一个人去，毋是呢？边仔真侪人咧帮。阮做牧师嘛安尼呢，阮家己一个无法度有啥呢？我若家己一个伫遮讲道就无人听呢，咁是安尼，大家协力，保罗边仔有团队，咱的教会做伙要传一个福音，一个人无法度啦。我想起我家己吼。对开始做牧师开始啊，我要甲恁分享，我拄开始做牧师的时，伫 Eckville Alberta， 恁可能毋知迄伫对，伫 Red Deer 边仔遐，一个小庄头，我去的是人口700，我去拢500人哦，啊去一生头一摆爱用延富讲道哦，我去吼，真正是，我嘛毋知哪有迄落戆胆。我的教会吼，大部分拢做残人，中间有一对夫，因先生是校长，太太。我的讲道吼，我讲煞因落去拢甲我教，即句话你爱安怎讲？即字袂使用伫遮，因拢总甲我讲。李蕊，我即摆活倒转吼，这人我感谢袂了。感谢上帝以外，这人我感谢袂了，你知影？真正，上帝叫咱重视，成功无成功，咧人伫讲诶，要紧是上帝看你有重视啊无啦。我拄仔伫讲医保好诶是为着教会祈祷。我知影，我后礼拜讲到了，要转去台湾3个月。啊，恁真侪人甲我讲，安尼牧师啊，你较早转来。我甲你讲，我嘛最近嘛真侪人，咱中间真侪人转去台湾。即马教会来的人真少。我去转去台湾，我会替恁祈祷，我一定会像医保安尼替恁祈祷啦。我有哪爱恁替我祈祷啦？新闻报讲，中共这个年底就会拍呢。所以恁就爱替我祈祷呢，毋通祈祷拍者都袂当转来。因为这咱爱三体祈祷啦。圣经内底保罗上尾啊，伊甲因讲，毋通袂记得我咧坐监呢，替我祈祷啦。咱拢需要安尼。我问我今仔日讲的吼。无想会吼，你听啥无讲嘛无啦吼。最后我要用一句摩西的祈祷，摩西诗篇，我伫上帝面前，我这话啊，大概无会去偌久，我也毋知啦吼。我敢若用一我这节圣经中，我较爱有的巴克利博士迄个翻译，讲吼。摩西上求上帝讲：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这是咱逐个人应该有的祈祷。上帝调咱，爱咱忠实，毋是成功互人看。咱来三个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这信仰的先辈，因安怎放下一切，为着福音在打拼。除保罗先生以外，有遐尼济伫伊身躯边帮助你的人，阮普通时也毋捌得注意这个人。感谢你的圣神，互阮过一摆看这个人的奉献，互阮通学因的脚步。阮也为着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阮每一个人由你的圣神引导阮的教会，阮的教会虽望伫这个疫情以后真无安定的时阵，
永远会徛在，情愿做你的囝儿的本分，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